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頻道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好貼地，但又好多人已經習慣到視而不見嘅問題。屋企堆雜物，你而家可以試下慢慢環顧自己間屋，玄關有冇已經堆到連轉身都困難？客廳、茶几同梳化之間係咪已經變咗一個小型倉庫？睡房床底、衣櫃頂、書台面，又係咪已經有好耐冇大執過？好多人成日話自己籌錢難、儲錢難、財運唔順，但係有時問題唔一定係命格差或者工作唔好，而係你每日生活嘅空間已經被雜物慢慢塞死咗。你有冇試過返到屋企之後成日覺得冇氣？有冇試過明明屋企唔算細，但總覺得有啲地方好逼好亂？有冇試過雖然努力有錢，但係錢總係入嚟容易出嚟更快？呢啲情況有時唔係你運氣差，而係你個空間已經冇能力好好承載財氣同機會。易經有一句非常重要嘅話叫有容乃大，意思係一個容器如果想承載更多，就必須先有空間。如果已經裝到滿瀉，新嘅嘢就再入唔到嚟。而屋企正正係你人生最大嘅容器，財氣就係你最想承載嘅一種能量。今日呢條片我會同大家逐個位置、逐個角落去講屋企邊啲位堆雜物最容易影響財運同運勢。我會加入生活例子、易經理念同埋幾個問題，希望你聽完之後可以真正停低反思自己間屋。如果你最近覺得錢入嚟容易，出嚟更快，或者你間屋已經有啲位開始令你覺得壓迫冇氣，呢條片值得你聽到最後。第一部分，點解堆雜物會影響財運？易經理念喺傳統風水入面，空間同氣場係有直接關係嘅。空間越亂越塞，氣就越難流通，而財氣正正係一種需要流動嘅能量。易經有損卦同益卦，損就係減損、流失，益就係增加滋養。當你屋企長期堆滿雜物，其實係不斷喺做損嘅動作。你每樣冇用但又留低嘅嘢，都係一種未完成嘅能量。一件舊衫代表你未決定要定唔要，一疊舊文件代表你未處理嘅責任，一個壞咗但又冇執嘅電器代表你未解決嘅問題，一堆舊箱同禮物代表你未真正放低嘅過去。呢啲未完成嘅能量會慢慢形成一種滯嘅感覺。而財氣最怕滯，錢要流動先會生財。如果空間已經塞滿，錢入到嚟都冇位好好停留，就好容易又流走。易經嘅話，滿招損，謙受益。屋企太滿就係滿招損嘅開始，機會同財氣見到門口同空間已經冇位，就好難再入嚟。現代社會尤其嚴重，因為而家網購太方便，一個月可以輕易買10幾樣嘢入屋，但好少人會同時處理清走嘅動作，結果屋企就慢慢變成一個大型儲物箱。你有冇試過搬屋或者大執屋之後感覺自己輕咗好多？有冇試過屋企突然變得乾淨通爽之後幾日內有意外收入或者好消息？呢啲唔係純粹嘅巧合，而係空間留白之後氣場開始流通嘅自然現象。所以今日我唔係單純講風水，而係想同大家講，你點樣對待自己個空間，就係點樣對待自己嘅財氣同人生。第二部分，玄關堆雜物，錢財入唔到屋。我哋由屋企最前線開始講玄關。玄關係一間屋嘅氣口，係財氣同機會入屋嘅第一站。如果玄關已經塞到連轉身都困難，財氣點樣入到嚟？好多香港家庭玄關最常見嘅問題就係鞋同袋堆積，有啲人買鞋好似買蟹咁，成箱成對賣，結果玄關變咗一個小型鞋店，鞋盒疊到天花，舊鞋又唔捨得拋，濕鞋又隨便擺喺地下，更有啲人會將返工用嘅袋、
補習袋、運動袋、補習盒，全部堆喺門口。你諗下，當你一開門就見到一堆雜亂嘅鞋同袋，你個心情會點樣？係輕鬆定係壓迫？我有個朋友之前做銷售，成日投訴自己運氣差，單難簽。有一次我去佢屋企，玄關堆滿咗10幾對鞋同運動袋，連個細個位置都冇。我問佢：你每日出門都要喺呢堆鞋入面自己對鞋？佢笑住話：係啊，好麻煩。我同佢講：你連自己出門嘅路都已經塞滿咗，點樣仲有空間俾新嘅機會入嚟？之後佢花咗一個週末將玄關執乾淨，只留3對常用鞋同一個乾淨嘅鞋櫃。2個月之後，佢竟然簽到一單好大嘅單。呢個唔係迷信，而係當空間開始有秩序，你嘅行動同決策都會變得更清晰。財氣亦都一樣，佢中意清晰同有位嘅地方。反思問題：你而家玄關係咪已經要側身先入到屋？你有冇一對鞋已經好耐冇住，但又一直留低？第3部分，客廳堆雜物，財氣留唔穩。客廳係一間屋嘅臉面，亦都係家人同朋友最常聚集嘅地方。如果客廳堆滿雜物，會影響2樣嘢：家庭和諧同財氣穩定。最常見嘅問題有幾樣。第一，沙發同茶几之間塞滿嘢，有啲人中意將買翻嚟嘅嘢暫時擺喺茶几上面，結果一日過一日，茶几變咗暫存區，文件、袋、玩具、未開嘅快遞、未處理嘅郵件，全部堆喺度。第二，電視櫃同儲物櫃頂堆滿雜物。好多香港單位電視櫃頂會堆滿相架、公仔、裝飾品、舊光碟、未用嘅擺設。裝飾品本身冇問題，但如果堆到密密麻麻，就會形成視覺同能量上嘅壓迫。第三，地下有太多電線同雜物，尤其而家好多人喺客廳 work from home， 電線插咗路由器、筆記本電腦、文件、滑鼠墊，全部喺度。客廳如果太亂，會有2個後果。第一，家人之間容易有摩擦，因為每個人返到屋企都要面對一堆未處理嘅嘢，情緒自然會差。第二，財氣難以穩定。客廳係動嘅地方，財氣需要喺呢度流動同停留。如果空間已經被雜物霸佔，錢就難以真正落戶。我有個學生之前投訴自己做生意，錢賺得多，但儲唔到。我去佢屋企，客廳、茶几同梳化之間已經完全冇為行人，全部都係未開嘅快遞同文件。我同佢講：你間屋已經冇位俾錢停低。之後佢花咗3日將客廳執到只剩低必要嘅家私同幾樣有紀念價值嘅裝飾。3個月之後，佢終於有第一筆真正存入銀行嘅錢。反思問題：你而家客廳有冇一個位係你成日想執，但係一直未執？你有冇試過客廳突然變得乾淨之後，屋企嘅氣氛有冇變化？第4部分，睡房堆雜物，元氣同感情受影響最詳細。睡房係最影響一個人元氣同親密關係嘅地方。如果睡房堆雜物，後果會比其他位置更加嚴重。第一，床底堆雜物，好多香港人中意用床底收納。但如果床底塞滿舊文件、舊相、壞電器、前度物件、舊信、舊禮物，你每晚就係瞓喺一堆未解決嘅過去之上。易經講：過去未了，未來難來。床底雜物就係你未了結嘅過去，呢啲能量會慢慢影響你嘅睡眠質素同情緒。我有個朋友之前成日失眠，醫生都檢查唔到問題。有一次佢將床底執乾淨，發現入面有自己前度送嘅禮物同舊信。執完之後，佢話自己連續3晚瞓得好沉。第二，衣櫃同衣帽架堆滿。衣櫃如果塞到爆，代表你對自己嘅形象同未來都冇留白。尤其係單身人士，如果想改善感情運，衣櫃留白好重要。你有冇試過？衣櫃已經滿到一件新衫都擠唔入，呢個時候你個空間已經喺拒絕新嘅可能性。我有個女學生單身好耐，成日問我點樣吹桃花。我去佢屋企，衣櫃已經塞到連門都關唔埋。我同佢講：
你連自己嘅衣櫃都冇，位俾新嘅衣服入嚟，點樣仲有空間迎接新嘅關係？之後佢花咗2個週末，將衣櫃執到紙，留低真正中意同合身嘅衣服。半年之後，佢開始有穩定嘅交往對象。第三，床頭同床頭櫃堆雜物。床頭係你每日最後同第一眼見到嘅地方。如果床頭堆滿藥袋、收據、面霜、電話線、眼罩、零食包裝、充電器，你嘅潛意識會將休息同混亂連埋一齊。我建議床頭只留3樣嘢：燈、水、書，其他全部清走。反思問題，你而家床底同衣櫃係咪已經有好耐冇大執過？如果你而家將床底同衣櫃執乾淨，你覺得自己嘅睡眠同情緒會有咩變化？第5部分，書房、工作區堆雜物。而家好多人喺屋企 work from home， 書房或者工作台已經成為每日最長時間逗留嘅地方之一。如果書台堆滿文件、雜物、咖啡杯、充電器、便條紙、未處理嘅郵件，你嘅工作效率同決策質素都會下降。易經講靜心誠意，書台亂，你嘅心就難以靜。而財富往往係從清晰嘅決策開始。我有個朋友做 freelance， 成日投訴自己接唔到單，專注力差。我去佢屋企，書台已經完全見唔到台面，全部都係文件同快遞盒。我同佢講，你每日坐喺度都係面對一堆未完成嘅嘢，你個腦點會有空間去諗新嘅機會？之後佢將書台執到，只留低電腦同必要嘅文件。2個月之後，佢話自己專注力明顯改善，接單量都開始上升。反思問題，你而家書台或者工作區係咪已經變咗雜物展示區？你有冇試過書台突然變得乾淨之後，工作效率有冇變化？第6部分，廚房同廁所堆雜物。廚房代表生財同養生。如果廚房堆滿唔用嘅電器、舊碗筷、過期食物、塑膠袋、未用嘅調味料，你嘅生機同財源都會受到影響。尤其係灶台同雪櫃頂，如果堆滿雜物，會影響一家人嘅健康同運勢。我有個家庭主婦成日投訴丈夫事業唔順，自己身體差。我去佢屋企，廚房、雪櫃頂同灶台已經堆滿咗好多唔用嘅電器同舊罐頭。執完之後，半年內丈夫事業開始有起色，佢自己身體都改善咗。廁所雖然係出水嘅地方，但如果太亂太污糟，會影響去舊迎新嘅能量。廁所堆滿洗劑、舊毛巾、壞咗嘅用品、過期護膚品，會令你嘅排出功能變差，而錢財正需要好好排出，先有新嘅入嚟。第7部分，現代人為什麼特別容易堆雜物？而家嘅社會有幾個原因令大家特別容易堆雜物。第一，網購文化，買嘢太容易，處理嘢太麻煩，加埋免運費同優惠，大家買得多，執得少。第二，情感依戀，好多人將物件同回憶綁埋一齊，捨不得拋，舊衫、舊信、舊禮物，全部變成情感寄託。第三，將來可能有用嘅心態，呢樣嘢留低，可能將來會用到，但現實係大部分嘢永遠都用唔到。第四，空間細，香港單位細，大家已經習慣咗逼嘅感覺，覺得堆雜物係正常。但係易經話窮則變，變則通，當你意識到問題就要開始變。第8部分，今晚即刻可以做嘅家居整理心法。最後我俾大家一個簡單但有效嘅整理方法。第1步，分區執，唔好一次過執成間屋，由一個小區域開始，例如玄關或者書台。第2步，4類分類法，留低、送人、賣出、拋棄，每樣嘢都要有去處。第3步，設定一進一出規則，以後每買一樣新嘢入屋，就要同時清走一樣舊嘢。第4步，設定視覺留白，每一個平面、台面、
櫃頂、地下都要有至少30%嘅空白。第5步，每日5分鐘，執屋唔需要一次過做晒，每日執5分鐘已經足夠改變氣場。第6步，設定情感界線，問自己呢樣嘢係我而家需要定係我過去需要。第7步，設定定期檢視，每3個月做一次大執屋，保持空間嘅流通。結尾，空間留白，財氣先有位。今日講到呢度，我希望你聽完之後可以認真睇下自己間屋，邊個位置已經開始有雜物堆積，邊個位置已經令你覺得壓迫。易經話虛則實之，空間留白先有新嘢入嚟，包括新嘅機會、新嘅財氣同新嘅開始。真正嘅好風水唔係買貴嘅擺設，而係你願意將唔需要嘅嘢放手。當你開始整理屋企，其實都係整理自己同擁有嘅關係。你越敢放手，生命就越有空間俾更好嘅嘢入嚟。如果你而家已經有心開始執屋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你準備由邊個位置開始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幫助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想睇更多關於家居風水同生活整理嘅分享，記得撳埋鐘仔。下一集我會同大家講屋企呢啲位有反光，容易漏財同精神散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集再見。